我头拄仔感觉有鱼对我的迄个重要的部位安尼扫过。河溜，我想讲是啥物人甲我掠，你知影？河溜吃河溜，是啥物人掠我的河流？哟，结果是河流啦。河溜来捕你的河溜，有呢，弟弟爱注意，直直来呢，你来吗？喵呢，哎哟，哎呀，因为我甲你讲啊，我放鱼啊的作用就是，伊要食迄浮萍，啊食迄草，啊伊迄食无物件食就是食鸭脸。哎呦，这啊就唔同啊恁兜的鱼啊，就爱我，你直直扫起来，你知影无？真的啦，较袂无真正有咧，真正有，真正有。我要徛你遮，没，你甲我换，你甲我换。真的啦，伊即摆直直扫过来，无你来。今天我徛伫遮，都唔来。一只鱼都无，因为遮过来遮一看，吼，大鱼啊，哎就走去。你想当？哦，无，迄是气泡尔啦，歹势。我想讲是啥？那会直直，哎，那会安尼。我开始做事啦。哦，歹势。哎啦，我听你废话听遮久了。啊，我知影啦，我的裤破空，伊水可能有直直起来啦，对啦，是这个原因啦，我的裤破去啊，这规领裤拢淡的啦，我想讲奇怪，为什么呢？行啊，我即摆规领裤拢淡的啦。